同款是有关战争的消息，川普进前要求乌克兰用稀土来交换美国的援助。川普嘛承认讲，已经甲罗西亚总统普丁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来通电话。也那美国国安顾问沃兹查到讲，川普政府按算伫咧14至16会伫慕尼黑安全会议讨论要安怎来结束这场战争。以下冲突暂时是停战期，双方可以伫咧释放政治甲巴勒斯坦犯人。对于另外一边的俄乌战争是毋是当停战？川普伫美国测试接受媒体《纽约时报》访问的时阵，承认有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对俄乌战争的代志做电话会谈。查到伊伫总统专机空军1号进一步透露，伊直有甲普廷保持联络，也毋过详细时间甲内容，伊毋愿意讲。We're trying to end that war. It's a war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f I were presiden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ut we're making progress, but I can't tell you. 对于川普的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无承认，嘛无否认媒体报道。而美国国安顾问瓦尔兹伫当地查到接受美国媒体 NBC 新闻访问的时阵透露，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副总统范斯甲欧洲特使，会伫这礼拜14到16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期讨论要安怎结束俄乌战争。And that means getting both sides of the table. What he has said is Russia's economy is not doing well. He is prepared to tax, to tariff, to sanction. We need to get all sides of the table and end this war. 瓦尔兹表示，川普按算利用经济制裁，互普廷登去到谈判桌。当时阵嘛讨论甲部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收到转来。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进前2022年2月，俄罗斯侵袭进程已经签署和平协议甲谈判，却无发挥功效。伊无希望这个局面搁发生，毋望会当确保俄罗斯袂搁侵略乌克兰。也毋过瓦兹认为，这款战后安全保障完全是欧洲的责任。泽连斯基按算伫这礼拜访问华盛顿甲川普会谈，而且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甲美国副总统欧洲领导人会谈。我是新闻台是董炳耀。